随着现代社会哪来哪重视情感的表达，但一般民众常常还是歹势来开嘴，尤其是对着家己的父亲。因此，基于病院趁着父亲节当天，鼓励员工透过网络社群媒体的力量，用手来写感谢标语、打卡上传，或者是录制语音来勇敢讲爱，向着家己的父亲表达爱甲感谢。今天是父亲节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，尤其是平常父亲工作常常很忙，那我们常常没有机会能够跟我们的父亲好好的传情，好好的说爱，所以趁这个机会，那也希望我们来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，父亲节的活动，让我们有机会可以甜甜说爱。那今天呢，我化身为一日店长，在这边呢，用鸡蛋糕用这个冰淇淋来服务大家。那我们大家一起来纪念这个父亲节的活动。那我们大家一定记得要跟父亲节说，跟我们的父亲说，我爱你哦。借由父亲节庆祝的活动，基美病院特别请来2台快餐车，有双麒麟加鸡蛋糕，并且由院长担任一天的店长。亲自为参与活动的员工来制作美味的甜点，并且透过现场放的院长人形立牌，让员工会用来打鼓励留言，互相来勉励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